来看桃园掠到一桩违法囤废弃物的案件，在嫌犯买几若块农地，甲土石乌去卖，才阁用用建的废弃物甲地囤互平。目前检方甲11个嫌犯起诉，求判有期徒刑3年以上，申请没收8亿，查扣17台拖帮车。开挖发现农地下骹有大废弃物，环检警搁再联手出破一桩假租地、借种地名义，甲非法的营建废弃物囤长期的重大环境犯罪案件。桃园地检署最近侦结起诉姓吴的被告为首的11位嫌犯甲4间公司。任被告等人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，于近日提起公诉，并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，申请没收8亿余元，并查扣17辆一引车。这桩案件发生在大园区新屋区，2024年2月到3月期间，涉案的姓吴的主嫌和特定的轻度业者交结，透过人头的方式买桃园真济农地，再搁用土地做抵押，向银行贷款套现金，搁来非法挖完成土石卖掉，趁钱了后，甲营建废弃物囤回去。调查发现，主嫌透过人头购地，非法挖除农地土石后转卖牟利，甚至深挖7公尺，随后再以营建废弃物进行回填，试图掩饰犯罪。针对这桩假租地囤废弃物的案件，检警团今年3月共捕抄3笪农地，现场发现废钢筋、插头、塑胶等废弃物。嫌犯为着趁钱，甲土地挖价共要7公尺深，面积有15668平方公尺。破坏土地无法度搁再建造，因为姓吴等等2位被告并不是头一届违反环保法规，所以检方具体求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，并且申请没收不法所得8亿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